好啦，大家估下呢嚿係咩嚟嘅啦？呢度咧有8粒螺絲啊，上住嘅。咁而家咧就拆晒啲螺絲啦嚇，拆晒啲螺絲咧，咁而家咧就要拎開呢嚿嘢，睇下佢係咩嚟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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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原來係一組齒輪啊！好嘢咧，好嘢嚇！設計相當巧妙啊！呢組齒輪 ，OK， 好啦，有咩作用啦？咁分解佢咪知咯，係嘛 ？OK， 分解佢，拎佢出嚟 ，OK。拎咗出嚟啦，有咩作用啊？唔知，OK， 唔知嗱咁樣嘅吓 ，OK， 拎咗出嚟，擺埋一邊，仲有一組啊，嗱 ，OK。齒輪清清楚楚啊！Camry 2.4發動機，由底殼底部嘅一組齒輪，估下要嚟做乜嘢㗎啦？由曲軸帶動嘅呢條曲軸啊，呢條曲軸入邊呢度嘅齒輪，呢個齒輪帶動蹬平衡啊 ，OK， 好啦，見證歷史嘅時刻就到呢度結束啊 ，OK。呢條曲軸 ，OK， 多謝你嘅收睇，點個關注，下回更新不迷路啊！謝謝。